立法院新的会期今仔起告落，民进党团嘛举行党团大会来进行党团干部的选举。郭建民连任总调，真嘉宾是接干事长，陈培如继续做书记长。郭建民嘛强调讲有信心来迎接新的会期。 立法院新会期19开议，民进党团召开党团大会，外界伫看党团干部选举，包含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、行政院副秘书长黄昭雄等党政高层拢到场，互人解读是亲身督军，要以全新党政党部机制迎接新会期挑战。徐国勇背回讲尊重党团自主。尤其党团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党团的群组，那我也感谢他们。那也会把党团的一些意见跟 中央党部会做一个连结。经过投票推选，党团3长人选出来，张嘉宾得到43票，接干事长；陈培如摕到44票，续任书记长。总调郭建民度过铁腕风波，继续连任。今天我们是经过民主程序，经过投票，然后来产生新的 党团干部。另外，行政院为19开始分4个推出加各委员会的立委举行便当会，收集意见，议事共识。民进党团的优先法案会以企业并购法、虚拟资产服务法、青年基本法、AI 基本法、也甲儿童托育服务法，嘛纳入海南七法，也甲真侪项国安法案。这4场的便当会，基本上就针对未来新会期，做广泛意见的交流。 那我想，这是院长希望能够多加强跟立法之间的这个联系跟沟通。未来还有10多个法案是攸关赖清德总统的国安17项，会落实于例如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，或者是国家安全法，或者是陆海空军刑法等等。国民党团优先法案除了纳入地方制度法、一般性补助款专法，首要目标是推动停产公教人员年金，互立营批评是行倒退。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是表态，有条件评估。 我们物价通膨这么的厉害，那原来设定的这样的一个年改的金额，这样再继续砍下去，的确对很多的退休的公教人员呢，对于他们的退休生活已经造成了影响。希望能够具体而细致的谈，而不是只谈一个大的方向。有关于公教退休的年金恢复到2017年以前改革的水准，这个我们当然不会同意。 民众党团不管司法滥权羁押，表示要捍卫人权。优先法案会提出刑事诉讼法、法官法定修法，嘛要推查公投北大选无在籍投票。记者采访报道。